廣府俗語何其多，我係你哋嘅彪哥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廣府俗語爆棚同埋頂籠嘅典故。話說呢兩個俗語呢，都係出自粵劇戲行嘅喎。喺舊時啊，粵劇戲班去鄉村表演，係會喺平地上搭一個棚嘅。當客人好滿咯，幾乎連個棚都逼爆啊，就會稱為爆棚。而喺固定嘅戲院演出呢，戲院門口係會有一道咧趟籠門嘅。嗱，咁當時啊，呢個睇大戲嘅話，除咗有坐位之外，仲有企位嘅。當客人好滿咯，逼到咧去趟籠門嗰度，就稱為頂籠。後來爆棚就泛指啊一個地方人氣好旺，或者指人咧佢嘅人品咧好強啊嚇。嗱，咁仲有咧嗰個頂籠啊，後來咧就泛指係最盡啦，同埋充其量咁解。好，咁新嘅一年，祝各位生意人咧生意爆棚，財業亨通。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